学哑语，做这个哑语视频呢，别人不一定能学得会。但是呢，我只是展示给别人看，给姚主任看，就是打脸假专家。他们说我们是部落，我们没有文字。那他信道教，他怎么会写字呢？他怎么能看古书呢？对吧？打脸他们。匪徒夜夜得崩荒，使得我在地方荒，得崩荒，在荒原荒野卖结交面，有过路人。he 就是些，he 列等有些的地方，为本为给，离开离开，离开耶列百姓，离开我的百姓，耶列百姓。海标土令波会跑脱他们的魔掌。标就是跑，跑脱令波跑脱他们。标度，这个标字，标呢就是跑，比如说它就是个方言词，比如说我要打他，他标不见了，这个标就是跑，他跑不见了。匪徒夜夜的崩荒，使得我在荒地方，就是荒原荒野卖结交面，喜列党有过路人些的地方，为本离开耶列百姓，离开我的百姓。海标土令波会跑脱他们，完全是汉字。这个非呢，你怎么知道是个死字了？你听上课的时候，他把西方把西说是非，他那个方言带有古音，他的方言是带古音的，要不然他发音它是有变化。他古代还是把这个死说是非，使得我在荒野有过路人些的地方，为给离开我的百姓，会跑脱他们。标是方言。做这个东西呢，只是展示给姚主任看，对吧？说这个姚族没有文字的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你说一个民族他没文字，他信道教，他能看书，古书他都能看，你说他没有文字，那不是我们的文字，那是汉字，那不是我们的文字。瑶族是有文字的，瑶语它是属于楚国语，不属于汉语，因为楚国是有文字的，匪徒夜夜的崩荒，卖结交面，喜列党为本离开耶列百姓，海标土令波